继续关心美国的总统大选，伫11月初5要登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伊是8月初时才参选。不过，即马有上新的民调是显示讲，贺锦丽伫7个摇摆州，伊的支持度和川普是无分关系，甚至整体看起来阁有赢的趋势。 青蓝色西米露结红色的个带，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就是出席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集会，原本要公布经济政策，所伫讲到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时阵，佫一摆批评民主党换人参选，佫攻击贺锦丽的笑声像啥话。 No, her laugh is career threatening. They said don't laugh. She hasn't laughed. She doesn't laugh anymore. It's smart, but someday it's going to come out. That's the laugh of a person with some big problems. 川普过去2礼拜一直对贺锦丽做人身攻击，互党内盟友、关键支持者甲顾问建议川普转去关心贺锦丽任期的失败政策。川普则是批评贺锦丽放任通膨恶化，佮互真侪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伊嘛承诺伫伊上任的一半当内，美国的能源甲电力成本会当减一半，互美国的民众佮一摆负担会起。伊嘛强调，伫正伊执政的时阵，受到各国领袖尊重，暂时煞非常接近第3届世界大战。 We were respected before Putin respected us. President Xi of China respected us. Kim Jong-un of North Korea respected us. We were respected by everybody in the world. Today we're being laughed at. 同一天，川普的副手范斯伫密西根州的集会是质疑贺锦丽甲各国领导人交流的能力。贺锦丽8月初直接替无要连任的拜登参选，原本甲川普伫7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互相有领先。不过无党派网站库克政治报告的上新民调显示，贺锦丽伫7个摇摆州的支持率，除了内华达州已经伫6州摕到淡薄领先。 民主党人士指出，若是川普最后败选，有可能会甲顶一届大选同款，无形成选举结果，卖质疑贺锦丽加做民主党候选人的合法性。因为川普一直主张甲副总统变做总统候选人是违反宪法，会进行法律诉讼。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